红星特工队迄个时阵，我嘛还足细汉的，我会记得我是看电视看到因好几个算当时的乐团哦，因是姐妹嘛然后一起组一个乐团我感觉因的默契啦真好然后每个人弹奏的这乐器嘛拢无同款，我感觉是当时是算一个足先进的、足前卫的一个团体。当初有法度甲菲菲姐熟悉，是因为黄建明老师的关系。我迄时阵咧做黄建明老师的助理，黄建明老师拄啊咧做张秀清的专辑，有收到这个菲菲老师的歌曲，到尾老师有促成我甲菲菲老师合作一条歌，叫做《冷冷的棉被》。这条歌经过20几年、30年了后，变做是咱的民间咧歌唱比赛真流行的一条歌。人家看到一届啦大陆的嘛是啦，过来屏东人家现在都。咱这个飘飘老师现在伫咱的淡水河的这个电台做甲真好嘛就有成就的。这个菲菲姐虽然你是半退休的状态但是你的歌词写得足赞的我希望你这个才华唔通去埋没掉，有机会咱过来合作哦。请你搁再下一摆感情，若有可能，请你陪伴我过一生。若有可能，请你打开你的心门。谁嘛要甲你做阵？思慕的海洋分袂停，一拍一拍又一定定。怎样无人要相信？亲像我这款的男性。也有温柔的一面，若有可能，请你搁再下一摆感情。若有可能，请你陪伴我过一生。若有可能，请你打开你的心门。若有可能，来世嘛要。甲你做阵，思慕的海洋分袂停，一拍一拍又一定定。怎样无人要相信？亲像我这款的男性。也有温柔的一面，思慕的海洋分袂停，一拍一拍又一定定。怎样无人要相信？亲像我这款的男性。也有温柔的一面，也有伤心的。
时阵。伫咧歌坛有两位足神秘的作者，作词菲菲老师，作曲飘飘老师。郭正今日足欢喜，邀请因来到节目中，要来献出因的庐山真面目。结果朋友你会发觉讲，哇，这足熟悉咧。是啦，过去咱的红星特工队大姐甲二姐。大家好，我是红星特工队的大姐，我是飘飘，我是老二菲菲。太侪人吼，你讲哇。红星较早才唱，啊那样呢？话消息就消息，恁其实拢无离开音乐界。拄开始的时候5个了，即马嫁一个吼了，剩4个，我都无啥爱上电视啊，因为不完整嘛，就是一般作秀啦，或者是出国表演我才有接啦，这上电视就比较没有上，可能人就慢慢也袂记嘛。后尾我嫁一个剩3个，我继续唱，我嫁一个剩2个，阮2个，我继续唱，剩阮2个。甲羽毛嫁剩我一个，我是要开教室，我一直无离开这个音乐界啦。是，你嘛搁咧主持广播节目，咧服务人客，这嘛讲起来是一个作词啊责任感，甲一个作词啊热情的工课。对，热情，你讲的热情对。你听种朋友听人讲话，虽然无看到咱的人，伊嘛大概知影咱的人是安怎。系啊，所以有人给看到伊讲，飘飘你是不是怎么样？你的个性是安怎？都拢真准呢。所以声音、表情就是声音感情，买当听出这个人是安怎。所以我在教唱歌，我嘛很注重声音表情，我拢会跟学生讲，声音表情要出来，他们不懂什么叫声音表情，我得慢慢来给因教。就是阮会看挺多啦吼，头一节课一定是先看伊基本的，吼，就是音感甲迄个节奏，看伊有法度无，看伊到什么程度，然后咱这因材施教，就是看要为什么款歌开始教，较简单的还是安怎，嘛是有迄落足好唱的哦，毋过对家己有要求的，伊会过来讲。我是大家拢讲我足好唱，但是我希望我会当更较好。我好，结果有影真厉害哦！你安怎教？你丢给他什么，他就能够马上会当随学起来。这是就无简单。后来你在想就是办法去教，爱想就个物件改教，无你也无物件教伊。啊，这若像我这规身躯拢弱点，我五音不全的，这边来教。你袂啦，确实就是安尼。我嘛是有拄着，真正五音不全。伊讲唔知要哪教，咩嘛等啊我是算较有耐心，我2个个性差就济，就是慢慢来啊，看伊的问题是出伫倒位，是安怎伊抓袂着这个音。我是看讲伊若真正足有心的、足认真的迄种，我就会。我买最认真来教，爱看伊有心无心嘛。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靠练，苦练而已，没有什么配补。我们也是很苦练的。对啊。我们就可怜的呢。以前乐团一天要练10个钟头，每天哦，一首新歌要练，每天练7天，1天10个小时之后才能够上台唱。你看要背歌词、背和音，还要背那个乐器的弹奏。迄阵阮逐工拢有做，逐工都没有停，一年差不多，敢除夕夜等于食一个饭，为啥嘛无？嘛无用，除夕夜嘛无。过年一定是搁有家场，搁较济场，所以几乎就是全年无休。秀场。所以阮的歌嘛一直换新嘛，餐厅甲歌厅拢是，伊一栋一栋，你就是节目拢爱全部换，所以阮就是拢无停。一直练就是每天练歌，白天规工拢咧练，那暗时就去上班安尼。迄个时代，查某囡仔的乐团本来就少啊，唱台语歌，佮唱 rock， 会讲是完全无啊。迄是啥物款的背景？是爸爸细汉就甲恁栽培啊？无，就这人拢安尼想，拢想讲，你一定是爸母拢有来恁栽培，还是讲伊是内行？其实完全拢无是。阮爸爸妈妈拢外行，因只是讲嘛，就爱听歌。伊是最支持阮啦。嘿对，很喜欢音乐安尼尔啦，
伊自细汉的也志愿的是要唱歌，伊就要做歌星，伊拢无第二个志愿。所以我细汉就是拢看伊，就是就爱唱歌啊。阮个别细汉的时候，我毋知影伊是安怎，但我带去，就是阮两个拢是小学生哦，带去一个电台，唱歌。我毋知影安怎去的。是对一个电台？不知道哎，台语的。就是现场有那个手风琴，现场嘛，现场弹的呢，手风琴跟一个电子琴这样。我伊刚才咧是问讲，迄阵是安怎去？我嘛唔知啊，伊个足细汉。啊，反正我现在来听，都会有头唱，我就一定会去的啊。系啊。老师，我知影你敢若嘛捌伫中广的电台。所以迄阵啊，好知讲哦，空中歌声有，啊嘛唔知空中歌声是啥物，然后我就走去啊，我们安怎去我嘛唔知啊，我妈妈知影啦，我就甲讲，啊叫我去我就讲，哦那个乐队好多哦，10几个、10几20个人哦，那种大乐队哦，啊我去吼，我李济准大哥，我永远很感谢他，还有侯世宏大哥，啊李济准大哥看到我去，我就说我要唱歌，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嘛唔知伊什么人呢，唔知伊是遮红的人，啊伊就跟他就好笑讲，哎呦这小妹妹跑。再来跟我们唱歌，哎说啊，妹妹你要唱什么歌？我说我要唱《夜来香》啊，哎呦好，然后就安排呢，我不知道什么调呢，也没有跟乐队配过，乐队做找了去我就去唱啊，就他说他也帮我挪哎，但是觉得说这个人很有勇气，这个妹妹很有勇气，然后也唱得还可以这样。我妹妹你爸爸是做什么？我爸爸是工程师，我爸爸是工程师，跟这方面完全不搭。可是我家里人竟然就举起。伊差不多10几岁，伊有去学，伊有真正有去学啦。我妈妈说好我好你3个月的时间，你怎么学就熟的啦。一期是3个月，我妈说3个月你若无一个成就哈，你就给我回去好好读书，或者去假头楼。哦，我那3个月好认真，我很怕我妈妈不让我学。是学钢琴，先唱歌啦，先学唱歌，后来学乐理，又学乐理哈，啊，结果学琴嘛呢。那个时候哈，到第3个月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老师验收，然后就大一条我唱完伊讲，后礼拜开始你升高级班。啊，伊唔免交学费啊，直接升高级班，然后都可以来学。你就是要给咱栽培啊，要签约，签基本演员，然后就是开始带我们出去做晚会，然后很便宜的，一场才花10块呢。我第一次赚50块回去，跟我妈妈说侬嘛那只少啊，啊无嘛好啊。头一摆赚钱，赚50块，是唱歌的，唱歌的钱。老师，但是我相信讲哦。迄是去你伫台下顶迄个，看着台下观众迄个咧欢喜。我唔知讲上台吼，惊是什么，你知无？我拢袂，我这种表现狂，我只要能够上台吼，我什么拢我讲我就上大咧，我就爱舞台啦，非常之爱啦，我拢袂惊，我唔捌惊过。只要有台人我上，我就去哩啊，人叫我去我就去哩啊。连在路边哦，咧卖咧唱歌，我嘛走后台讲我要唱歌，跟那个老板讲，伊嘛是我唱呢，我拢袂惊呢，啊拢是在甲对找，我嘛唔捌头，啊我就是可以抓，我就可以马上抓到。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做永远？什么叫做真情甲圆满？看过无限的日子，穿过无限的风雨，孤单变成了命运难。青春，人生若是一场梦，无你也是一场空。秋风吹到像是蝉，落向满地叹凄凉。
做永远。什么叫做真情甲远远？看过无间的日出，尝过无限的风云，孤单的是了了温暖，等待失去了青春。人生若是一场梦，无你也是一场空。秋风吹到心事重，路桥满地寒凄凉。看过无间的日出，尝过无间的风云，孤单变成了了温暖，等待青春。人生若是一场梦，无你也是一场空。秋风吹到相思重，路上满地寒凄凉。普遍的来讲吼，我若爱表演，阮兜这小弟兄妹甲我拍扑克就好啊。啊，总无讲你安尼用团练的所有这个镜头拢为互家己的小妹。我感觉吼，因为我一摆阮妈妈甲我头讲，伊讲吼，恁白天练完去，暗时落去作秀吼，我的小弟啊。伊嘛是学阮的，啊，家己摕来大汉的学阮安尼跳舞唱。我们家吼，全家口拢有这种音乐细胞。有一次我嘛听阮爸爸在弹钢琴吼，弹迄个望春风，啊，伊毋捌弹过哦，但是伊家己用掠的，啊，弹一句出来，爸爸你好厉害，你会弹钢琴来的求解。我觉得我这东西应该有遗传呐，有一点遗传。啊，上早为什么会带他们出来？就是。比如讲，因毕业了，我已经出来唱了，但是我妈妈会不放心啦，吼。刚开始我爸爸、我阿嬷都会跟着我一起去作秀、去唱歌，啊，我妈妈也袂放心，啊，无恁姊妹啊，吼，就到顶靠有伴，较袂危险，所以就先把老二拉进来。嘛，拄好有兴趣啦。嘿啊，拄好有兴趣啦，你若无兴趣，我拉他也没用啊。啊，刚好他们都有兴趣。伊因摆去学的时阵啊，我迄阵个小学，我拢走去偷看。他那时候很小，还在读书，我妈妈也无爱讲啊，读书哈，读得好，要唱才去唱。哎呀，袂讲啊，亲戚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亲戚朋友会觉得说唱歌好像戏子你听，哎，因为那种会讲笑，你听后边还笑。可是我妈妈不会觉得，我妈妈没刚刚喏，她很就支持的。我真的很幸运，我们很幸运有这种父母亲对我们那么支持啊。哎呀，我亲戚的朋友你们后边笑，我现在要笑，好恁笑啊！我要拼出一番成就，恁就别笑啊！哎呀，真正要顶大啊，嘿，都要分配家去。对。啊，你每一个小妹吼，你拢送伊去学。对，伊绝对袂使共款呐，对无？伊五个乐器啊，所以我拢会先送伊去学3个月基础，倒来了都家己教。因为基础其实乐理都一样嘛，拢共款嘛，可是指法不同嘛，所以伊即马学倒来，家己我会当编曲，吼，是拢写下来，拢写好因，然后每个人你要弹奏，弹你家己的部分啊。就是爱练的，爱练，无练袂就无法度，知影嘛无效。对啊。无怪讲一工拢练7、8点钟，10点钟，10个钟头。哎呀，大概阮妹妹手拢破去老花，一边弹一边哭。贝斯拢用镜头啊，贝斯较大条嘛，直接用镜头。油手较油哈，弹久弹3点钟就哭啊。这辛苦的一面是大家唔知影，阮咧练的时阵练到安尼，练到真足辛苦的。毛趣味的一面啊，但是成就的是，上行拢是5个人做伙嘛，就是24点钟拢唔捌分开，去倒创啥物拢是5个人做伙，所以嘛是阮爸母嘛会较放心，阮出去拢唔捌分开，袂讲自己独来独往无。
我们班像在国外啊哈，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歌迷啊，然后就会说啊，我可不可以请你们老五吃饭吃牛排？我说可以啊，要去就全部一起去啊。对吧？我老可能放一个可以跟你一起饭对吧？我要去全部都一起去，拢无啊。迄个时阵先开始，老师，咱5个人一团的时阵吼，什么款的机缘讲去倒一个西餐厅开始订台？头一摆也是讲初开始的时阵，你简单回想一下。咱新美因爸爸，伊嘛是一个乐师，他也是乐师。啊，伊迄阵有就是打阮算阮的经纪，走起来了，他算我们经纪人。做还是够别人，阮2个以外，够有3个是朋友，然后做起来啊，伊是拢拜外国较济，哦，啊，转来嘛有啦，转来台湾伊会拜酒店，迄个夜总会，迄种还有西餐厅，拜迄种中央酒店那种就大间的大酒店。迄个时阵就变做爱号一个乐团的名，对不？对，迄个叫艺联合唱团，艺术联合艺联。啊，一站了，尾啊都无，尾啊，阮就家己请啊，阮家己拢姊妹的时阵的，阮家己去请团照，请红星合唱团。讲来到这吼，老师我嘛爱请教一下，因为吼，足侪人拢感觉讲，是毋是有某一间医药业来甲恁赞助，所以号这个名，对无？一般普遍人敢若拢安尼想呢。拄好来共名。其实是阮爸爸号的，阮爸爸用圣笔画的。阮爸爸就爱研究这啦。啊，那安尼讲起来，敢若佫有意思，因为红就是意思讲大棒嘛，啊青嘛，做会红嘛，所以甲我讲的迄个医药业无牵连。无牵连，完全无牵连。因为阮迄阵要去请团教嘛，迄阵爱申请出国要团照，请执照。啊，阮家己的团的对，所以阮还个另外去请一个，啊，所以才会好名。哦，所以迄个时阵就想出，但是迄阵合唱团，迄阵是用啊，小那要有特工队，就是入去唱片公司了。阮老板讲，合唱团吼，伤过普遍啦，就团满世界拢会使叫合唱团嘛，对吧？连那种唱艺术歌曲那种也可以叫合唱团。所以我们老板就哇，这名啊，我们的设计师啊，他就说。好啊，那我就用2个名字，一个是突击队啦，一个就是特工队，啊，我就选特工队这样子。有通呢，突击队，足兄弟的。我那个做秀还会开玩笑，还有一个叫敢死队。啊是讲老师出唱片，佫是另外一坎。吼，咱讲真呢，外口面登台表演，效果真好哦。不过要出唱片，是唱片爱有销。啊，而且佫爱出新歌，啊，这应该对恁来讲嘛另外一种挑战。对，另外一个阶段啦，算唱片跟舞台是无共款。哎呀，有的人拢就想讲，会晓唱歌就会使，会使安怎。唱舞台跟唱片是不一样。你进入唱片界之后，你才知影讲，哎呦，做唱片吼，啊，足油的，你知无？一个字拢袂使顶打。啊，那舞台有些唱唔对嘛，无人知影。我要这样带过去啊，可是效果要出来，因为舞台你有看到人，所以好过迄个动感要出来。哦，那唱片的话更难，你伫唱片内底去首歌，你就要让人家感受你所唱的效果。哦，人家有没有去听到你要表达的物件？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迄阵拢歌厅秀就侪嘛，啊外口嘛真侪，拢迄阵秀场就侪。啊，阮都好有参加这个诸葛亮的巡回全国那个巡回秀，拢有嘛。啊，因为迄场拄好是阮头家，阮唱片公司的老板，啊，伊有股东的对啊。敢是你咧讲金米？对，王老板。对，王老板。他有股东，有投资那场巡回秀啦。可能就是看就这样看阮按一寡老歌改做摇滚，就是有改编过，拢老歌新唱，把它改编过，所以的感觉蛮有趣。对，讲哦，这团找那也袂歹哦，然后就找人叫人介绍，我就去介讲，哎呀，啊，刚才合约拿出来的时候很好玩，我爸爸。拍合约啊，这条袂使啦，爱改啊，这条改，规张改改。我老板嘛足好的呢，伊讲，我啊改改呢，啊提去顶拍，叫阮来个拍一张。我们老板很好，真的很好，很尊重艺人呐。为啥？我内底大牌的艺人也很多，我内算一算蔡娇啊，你去的。啊，老师你讲啊，
敢若这场方面，技术衫吼，嘿听讲着做2摆，做2届，头一摆做唔对，吼。啊，我唔敢讲啦，因为叫人设计，啊，搁这布啥拢足贵的，你知道，好几万块呢。啊，我们老板二话不说，顶做，哦，技术衫要开10万。当年呢，你看多久了？安尼有影对咱真重视。对，对啊我们老板真的对很好，对伊是只要卖了好，拢拢无要紧。风忽然间吹过，雨忽然间落地，目屎忽然间失去控制。爱你永远无后悔，虽然你对我反背，爱你永远无后悔，只有时间会当替我证明一切。风是安怎吹过？雨是安怎落地？心肝是安怎会疼一个？风忽然间吹过，雨忽然间落地，目屎忽然间失去控制。爱你永远无后悔，虽然你对我反背，爱你永远无后悔，只有时间会当替我证明一切。风是安怎吹过？雨是安怎落地？心肝是安怎会疼一个？爱你永远无后悔，虽然你对我反背，爱你永远无后悔，只有时间会当替我证明一切。风是安怎吹过？雨是安怎落地？心肝是安怎会疼一个？
红星特工队对舞台进入到唱片的方面，进入到那么大的方面。啊，毋过吼，唱片公司的经营者甲表演的人，有当着啊，心理上看待事角度若无共的时阵，又佫会产生什么款的矛盾？菲菲老师，你拄仔咧讲公司就爱唱片卖了好，对头家才会安尼继续肯支持，对啊是毋是？有的时阵恁搞出来的歌，头家嘛感觉讲，敢若无介适合，敢会安尼？伊对，迄阵的市场应该是啊个较属于较演歌方面演歌迄种味的，吼，所以若要接受阮即种较新的物件，伊可能还无法度，伊会感觉行袂好。实际上是讲处女座，我是处女座。你说我们就想要写，啊，但是无啥会晓，啊，佫无啥会晓。啊，我就是，我拢是习惯先有书，我再谱曲，我的习惯下。写安尼。我们两个人默契是这样。我都有词，我才会写谱。啊，我拄仔开始写这条写好的时候，我们头家看，头家讲，头家讲，系啊，伊讲。安尼咁好听，这条咁好听，安尼我内底敢若改一句尔，讲罗有妈第一句，然后他就找我的老师，叫他还有甚至那个蔡振南蔡老师，那个时候在我们公司，伊讲啊，你甲改看嘛，改，讲啊这边咱改，这无法度歹改，因为改到规条拢改起啊呢，啊我嘛是尾啊我有修改啦，后来我们在录录影带。要卖啊，大地种，就说阿吉在台下听到，哦，这首这么好听，下一张我要录这首，但是无多啦，意思那拢拍拢是比较较有名的作曲作词的老师的歌，有影，嘿，对啊，较接近阮的理想的是按家来去这边开始，哦，因为阮的要咱讲阮的特色就是讲，阮5个人拢是主唱，无唔是讲一个固定的。所以讲要表现啊，一首歌要摕来，要互5个人拢发挥得到，很困难。所以一定是舞台较好啊，舞台阮会当唱最多条嘛。阮每一个人有法度发挥啊。唱片伊拢是经一首主打嘛，所以迄首歌若无够迄个，咱讲无够丰富，无法度互阮拢发挥着。啊，因为阮佮阮的和音啊，阮的敢若讲，阮较有把握的，阮较有信心的，算阮的和音。我们的和音啊，所以也是苦练。所以按过来去做兵，甲迄个游歌厅哦，这拢有较有5个人的感觉。过来去做兵，甲这2条吼，拢是黄建明老师。啊是安怎样甲黄老师互相熟悉？伊迄阵嘛是伊嘛伫公司内面，伊伫公司啊。伊才多替我吧？系多替我，多替我。爱去遐学啦，敢若嘛是制作方面啦。啊，头壳嘛较新哦。嘿对，一定。后来他也去日本嘛。阮就算年岁嘛较接近，可能嘿较了解吧。定定咧开讲，去咖啡店，他伊嘛捌来阮兜，大家都是开讲慢慢了解。伊最主要对他的理念甲阮较同，所以我都写出。阮嘛无来要求要安怎做啊，但是伊就是学阮这歌就拄啊好，我们蛮喜欢。上无比音摆的比进前的较理想一点。啊，那安尼就大家拢欢喜啊，因为唱片应该原来卖了袂歹啊，头家嘛欢喜啊。对啦。对，为迄块开始较好一些，后前迄2块拢无介好。甲去这边开始才开始。歌嘛红，人嘛红安尼，到后壁落去但是到第5、咧筹备第6章的时候，打鼓的结婚了。你也知道，一个乐团，够也是灵魂的。对呀。他一结婚，我们去哪里找一个鼓手，默契跟我们那么好？所以我算了，我就跟公司解约。哎呀，我就开始生米的，吼。自动伴奏的有苦的，然后4个人做，搁做一段时间。你这个中间甲菲菲老师2个吼合作的作品，拢无长站，尤其吼，搁唔那干那咱金源，其他的公司，对，嘛大家小真咧邀请呢。应该讲上济是黄建明啦，因为迄阵阮拄好嘛合作嘛吼，伫同公司啊，较了解，伊要出去，伊就开始制作别人的。
伊若有这种，伊都无拢会都会邀歌的，伊知影伊的书好，伊拢会来倒套。叫伊写书，有些是摕曲，伊先曲，啊无就是先叫我先写书。伊会甲我讲，伊即摆要出什么人的，比如讲黄义玲的、张秀清啊，什么蔡圭哈，伊即摆要做什么人的，伊就互我有个概念啦，吼，有一个敢若方向。嘿，互我甲我讲安尼尔啦，啊，就叫我写。因为你的歌词风格足丰富的，莫讲咱今仔日听的啦，你就干那遐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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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顶去，迄个歌吼，嘛用讲是甲即马听嘛，佮足创新的。啊，你是啥物 idea 讲？菜龟我甲写即个。伊老讲要做菜龟，我头一个我就是灵感，我就是从他伊这个人，伊有啥物优点嘛？因为伊的语言能力很好，我就互伊爱互伊表现。啊，就是迄个曲是黄建明才尾仔才写嘛，我先互伊输，伊才写曲。啊，伊的曲嘛写了就赞，我感觉伊条嘛是最适合菜龟，都很快乐的那个气氛。可是我有去录音室甲探班啦，伊咧唱这条时，吼，好可怜哦，讲推个咧，我发现内底手法拢跳咧，哇，看呀。唱得很快乐，可是唱完之后他快哭了，就要考啊，腿就久的呢。迄个时阵，唔那干那黄建明老师，你有哪开始甲廖伟师老师也兼无合作对不？廖伟师嘛是按黄建明遐，嘛是写出熟悉。伊咧做张秀清版，我会记得应该是头一遍看到廖伟师这个名，应该是按遐开始，就是张秀清玲玲的棉被迄首。伊就摕黄建明就摕这张谱给我，伊先写曲写好，先摕给我，啊，就我看顶头写廖伟智曲，啊，叫我填词，尾仔就开始廖伟智嘛找我写，我嘛合作了袂歹。以前好好的时候，学校作文比赛是第1名的，那学校的校刊都是他负责，伊的文章一直拢就好的，伊就读就济。我不是第一志愿是唱歌，他是教当老师。对，我是小时候是想当老师。啊，我是真爱写作较静态的，写作啊、画画那些。哦，迄阵那要写书哈，那个黄建明讲台语有台语的字，你也会记哈。然后我去买了一本，后来我就去帮他买一本台语大词典。真的是，然后他后来跟我讲《康熙字典》来对嘛有，就用这2本下去写这样。这大，地这宽，心嘛无地大。阮亲像一粒沙，留伫风中的虚幻，唱着别人爱的歌，袂当改变命运的咒纸。无色的花，透热热，摆着寂寞的姿势，路底分别啥人收回？阮想要飞，想要飞，但无人来陪。若是青春已经，嘛要听。女人的感情，就剩遐多，随在你来提。
这大，地这宽，心嘛无地大。阮亲像一粒山，留伫风中的虚幻，唱着别人爱的歌，袂当改变命运的咒纸。无色的花头热热，摆着寂寞的姿势，落地分别啥人收回？阮想要飞，想要飞，但无人来陪。若是青春已经无要听。女人的感情，就剩遐多，随在你来提。阮想要飞，想要飞，但无人来陪。若是青春已经无要听。女人的感情，就剩遐多，随在你来提。足侪人吼，拢感觉讲安尼听着恁的歌，《红星特工队》青春时的印象浮出来目睭前，啊，目前拢还阁保持甲遮尔好，完全拢无提无失，即种的水准，你若无讲吼，大家想讲吼，唔知踮倒位固定一直咧表演呢？谢谢啦。我已经10年无唱歌，我已经10年无唱啊。我是还阁有加减，阁有咧唱哈。每个礼拜教学生阁小可咧唱。不过老师，你专业的教曲的老师、教唱歌的老师，你嘛有当时看到遐新人咧唱歌，你嘛嗨头，你嘛讲敢若唱了普通咧，啊，甚至有当时吼 CD 寄来。我家己嘛有做广播节目以早啦，我嘛感觉足丢丢的，讲到底要报啊唔报，应该老师这个心理，我讲这拢有对当啦。是我拢会小可听一下啦，哦，这是我的经验，就是讲我吼要报进前，我会小可听一下，哦，会报我才有报。对啊，哎啦，啊若无好听，还是讲音质无好声，我嘛袂报啦。哎呀，咱做这节目，嘛是爱对听众观众要有个责任嘛，对不？啊，不过老师咱知哦，足侪人伊嘛是充满热情，伊感觉讲我咧足拍拼的路啊，唔知影讲去找唔到啦，行唔到路，啊，拢出来物件伊嘛兴趣处，嘛甲你讲，飘飘老师，我嘛想要上你的节目咧，这个过程。有的人是吼，伊有通出来就好啊，啊有的老师是安尼吼，即马教学生教啊，内底有一个可能经济条件袂歹啦，伊即摆就会甲伊讲，我写一条歌互你唱。吼，啊，帮你出一个唱片，啊，你要找偌济钱来？我曾经嘛是有人要，互伊囡仔要栽，叫我甲栽培啊，要几百万，我不要，因为伊条件无好，我浪费我的时间，到时啊做了无好，我去用骂，对不？讲啊，你的航班，所以条件不好，我们也不要嘛，对吧？啊，你条件袂歹，他根本就唔免够开钱了。可是有的人是爱做歌星梦啊，所以我学生拢讲我足严的。我讲无法度，因为恁找着我啊，我就是爱安尼教。伊讲，我拢甲伊当做歌星咧教啦，我已经习惯了，一点点错我就受不了了，我就骂人啊。我讲无法度，你要找我，你要花钱找我，我就是我的技能，我要给恁教好。啊，你若讲你没办法接受，那就不要，你去找别的老师。我就是安尼啊。啊，国珍在讲啊，啊那迄度。有名声望的这个少年家，普遍顶，你敢会当甲因指点？啊，你无看伊有迄个条件无？
妈，伊家己袂晓准则啊，伊家己无法度判断啊，安尼免啊？我嘛是直接甲因讲，可不可以？我是直接讲，对无？那卖害人，为啥伊安尼？有诶嘛是有影啦，有影你讲的明星梦啦，结果条件就歹啊。啊，伊讲我嘛是讲，你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啦，卖害人，我嘛是安尼甲因讲啊，系啊。拄啊，飘飘老师咧讲，小妹一个拢进入家庭啊，吼啊，咱知影舞台是一种生活，啊，进入去家庭了，又搁另外一种生活。啊那厝里的囡仔讲，较早妈妈，我咧大明星呢，敢有这种经验？啊，你今日回想完全无共什么感觉？我就是进入家庭了，我就是完全脱离。就是因为我就变过啊足低调，我嘛袂都真少出门啊，我嘛惊人知影我是啥。那电脑讲我无想要安尼，我无想要。我感觉就是完全新的生活，但是嘛是真对我来讲，我嘛感觉这趣味嘛是一个新鲜的开始，甲以前的生活完全无共。敢会怀念以前迄个世界流浪，嘛是会怀念，对，迄嘛是真趣味啊，所以我感觉是无共的生活，但是你会当去享受。迄种无共款的感觉，你去进入家庭了，你要做的代志，就拢无共，完全我因摆完全捌做的。你逐工要你去煮食啥，这拢爱学，这拢是新捌煮呢，这拢是新的。煮三顿呢？对啊，这拢是新的代志啊，我就当研究啊，我就感觉足趣味。你都开始不要煮，用去买食谱来买就这，然后回家来练。做大姊的看小妹一个安尼吼，所以惊钱唔敢给。可是我存我呢，我该讲大，我觉得我们家单身也很好啊，对吧？哎呀，我现在也就是带一个人，你别人配合，就是用人配合家己的时间嘛，哈，家己的兴趣，我唔免讲去看人的目色。我讲你安怎看你安怎安排啦，安排家己的生活哈，安排哦。我现在做广播。早上做广播，然后下午我就找一些资料，所以就要足疗啊，睡一下这样子，我也觉得很好啊。晚上看一点节目这样子，我讲安尼嘛就好个啊，系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迄个啦，家庭有家庭的感受无同款啦，那种快乐是无同款的啦，哎呀，看你安怎想啦，你要他幸福，他就会幸福嘛，对不？老师伫空中、节目中，一定往下将这种。真开朗的人生观，讲我听众听。对，我常常讲，我嘛是甲一寡，因为你也知影吼，听广播电台即嘛年纪拢较大，我们现在台湾拢高龄化社会嘛，所以嘛是足侪老的，那白天你是囡仔拢去上班上课，可能老的家长对捌听，所以我拢会甲遐老伙提醒一寡爱注意的代志，比如讲你的身体要顾好以后，钱不要太早分，财产莫想早分。本来你都感觉无厝通好大，我为啥要来甲你提醒？然后爱注意倒一方面哦，年纪到什么程度，来注意哦失智啊，或者是身体的老化啦，这种我来甲你做提醒，就讲一些这种常识知识给他们听啊，所以嘛，因嘛足欢喜的啊，到即马还阁有遮尔侪人为台语歌安尼热情咧拍拼，像讲恁的好朋友。廖伟智老师，到即马还阁伫咧推动新人，还阁伫咧替下辈的歌手出唱片。我知影讲恁原来真听的。你有感觉即摆台语的吼，那即摆台语新人嘛是有咧做台语的啦，可是无共款啦，味无共啦，但是我是讲还是咱即款台语较好听。讲来到这，我阁讲一个笑话，老师恁甲我讲的讲。是在风车特工队、风车合唱团，这是爸爸的 idea。但是听讲医药业迄个公司，尾啊，甲老师甲恁有一个奥妙的缘分呢。我嘛去遐采访啊，访问啊，然后作品的时阵啊，迄头家讲，我听人讲，迄头家知恁的名了伊个办公室拢有搭恁的海报安尼啦，后尾啊，我有一摆去人家
访问，啊伊每日我去遐做的时候，伊咧甲我讲，啊恁若一摆互一台高人做，再恁来访问吼，我啊你阁会记的。啊，因为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哪有讲遮拄好的讲，这个新的团体的名，拄啊甲阮公司，阮伫咧拍好，唔通知。我嘛唔知呢，迄阵我嘛唔知有这间公司，尾啊伊的药品要上电视的时阵，又要讲去广告。我说完，但是要讲，我唔敢去。然后阮老板歪，安怎呢？伊讲吼，迄是药品方面啦。如果说伊讲恁的形象较无啊，我老板不要紧，我用使用前，啊，我第5个用使用后，因为它是药品嘛。我们老板讲啊，跟恁的形象袂合啦，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拍一些比较少年的、较活泼的迄种的，卖去讲药啊。后来美国拉斯维加斯也邀请我们去，那时候我们开签 K 啊，已经连续叫我们去2年了，都没去，老板都不让我们去，我就很气，我那很遗憾，那一次。我感觉讲迄种真正经验过舞台顶头的光彩，迄种满足感，甲即马吼，啊搁安尼金光灿烂，啊搁伫我的目睭前安尼闪闪烁烁，我迄种的欢喜我足钦服，啊嘛足欣赏。我的生活内底我无音乐袂用的，我到即马我嘛是房间，我随时拢音乐拢无停的，我放几工的，我就是对音乐吼有一种很热爱的对啦，没有音乐会死的那种的。所以我在教学生，我也很快乐啊。虽然不是教足多学生的，不是讲足多班，可是我只要会当接触音乐，我就足快乐的。啊，我逐工摕歌来播，对吧？啊，播什么歌，什么人的歌，我可以研究这样子。嘿，我觉得这样很好。正经的，就是伫舞台顶，恁的迄个 rock 的感觉，啊，搁互恁带动咧行，啊，所以今日吼，菲菲老师，你拄啊无讲，我唔知。你讲你10年无唱歌，为着阮的节目开金口，飘飘老师你安尼特别安排，特别出现，我足大的感谢。我跟练过就讲啊咧，我拢免你讲，你拢袂紧，你讲袂啊，袂讲袂紧，因为我定咧唱，啊伊较无咧唱，他比较会紧张，太久没唱。老师，国正天良讲，2位图啊，咧唱这个歌，2位的声，这么迷人，合声合得遮水。一定爱搁出新歌啦！啊，总是今日专工来。我讲，遐合音是为着咱这个节目前2天才写出来，才开始练的。老师，这个情分有够重，练3天，足成伊的细声，啊，其他无呢？系啊，我就是为着这节目才搁踏合音去练的。真正，我会替所有观众朋友，较袂遐单调。干2位诚意细声。没啦，这优质的节目，我们叫优质的对待啊！你跟你讲。是，是真爱足多谢。啊，今日专工来，我国正诚意邀请，甲咱全世界的电影明星同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互阮对恁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好，谢谢。来，要唱什么？老师请坐。好，老师咱坐。可以。老师咱坐。多谢菲菲老师，多谢飘飘老师。恁敢若有发表的歌就上100条的，啊，即马卖讲唱伫咧拖底，老师啊，搁规厝劲的，而且搁整生意讲，爱搁发表新歌，互新人唱，互下辈唱，互歌手唱，也是家己录新歌，阮足期待的。啊，多谢老师，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老师，我跟你讲，王主去坐咧嘛，我跟你讲，我自己的心理的。哎，我说。